你唔係到而家都仲覺得30歲開始抗衰係好早啊嘛？作為30年嘅醫美人，話你知抗衰越早開始效果越好㗎。其實由25歲開始，我哋就需要分3個階段去做一啲抗衰嘅療程。第一個階段輕度，25歲到35歲呢一個係我哋保養嘅黃金時期，我哋皮膚嘅彈性開始減少，容易缺水。我哋個目標就擺喺做一啲光電類水光嘅療程，效果已經相當唔錯㗎啦。第二個階段中度，35到45歲呢個時期，老化嘅跡象開始慢慢浮現。我哋個面部由於骨膠原開始流失，蘋果肌開始扁平，面頰裂痕開始變得憔悴，下顎線嘅線條開始冇以前咁分明。我哋嘅嘴邊肉、木偶紋、虎紋都越嚟越深。呢一個階段目標係提拉啦，要靠唔同嘅針劑同埋高能量肌去做一啲治療。第3個階段重度，45歲以上呢個階段，我哋膠原蛋白大量咁樣流失，而我哋嘅骨骼亦都開始改變，皮膚明顯下垂，虎紋越嚟越深，而我哋個下顎線亦都開始消失。去到呢個階段，我哋單靠單一療程已經唔足夠應付㗎啦。我哋皮膚斷崖式咁樣衰老，必須用複合式嘅治療去做，重塑大量提拉。所以話咧，抗衰唔好等到老先去做。你而家屬於邊個年齡組別呢？ DM 或者 follow我會俾一個專屬你嘅抗衰方案，幫你 keep 住個靚樣。